Hello，你好，今日我要嚟更新啦。我原本係諗住更新另一個，不過剪接軟件話撚咗，即係咗啦，所以就冇辦法。咁我哋今日要嚟睇嘅就係你睇咗你永不超生嘅第二集，你睇咗你玩完，咁我哋即刻一齊冚家落地獄。咁呢個係緬甸人嘅生理內部結構係啦。推介一款曾經好紅好好玩，但係而家已經冇乜人玩嘅 game，魷魚遊戲啦，因為最後都冇咩人。哈哈，真係好撚好笑啊！哈哈哈。有個網民就晒出咗自己房嘅設計啦，我唔係開玩笑，真係好似新疆習俗。當然係有個天才就整咗張咁嘅相出嚟，真係陰間個新疆習俗。一名男子掃墓話攰明年唔再來，結果暈低，最後送醫不治。艾滋美麵包店，咁睇落嚟係食咗會艾滋病啦，好健康係啦。哇，陰間啊！我而家拍完啦，今晚走啊！動物樂園幫處理焚化生意好好，脆皮炸雞，哇，真的好啊！啲寵物嚟呢度一入嚟即刻走。咁對於呢張圖片我係冇咩好講嘅，我就係覺得好臭。哇，咁如果呢條片成功上傳到大陸平台嘅話，證明有人唔做審核咯喎，有人又要去採棉花。咁然之後下一張圖啦，咁點解佢會出現喺我嘅地獄列表裏面？咁我知道佢都係可以令我撲街嘅，有沒有一種辦法呢？就係去打電話俾狗吧。仲有就係去開門。對唔住啊，我個還價幕又忍唔住啦，唔應該叫佢開門㗎，到時啲人又話製造危險，嗰班弱智又要抽筋。直接下一個睇下佢可唔可以令我撲街。哈哈哈哈哈哈哈。